話啲緊張嘅啦，咁多嘉賓，平時做訪問都話唔緊張。我自我介紹先啦，我叫陳國健師傅，可能好多機構啦或者學校都見過我嘅，因為小弟咧就從事一啲叫學校嘅教育，係教舞龍舞獅啦。咁我從事呢個火空機構教呢個舞龍舞獅做咗幾年咧？15年。哇！可能咧好多同事話喺我都啱啱入行，咁唔緊要，因為我自己嘅累積經驗啦，咁其實教佢哋咧係有啲咩嘅特別要留意，或者有啲咩嘅得着啊教佢哋都有得着，其實有嘅，喺你身上都學到啲好得意嘅嘢。咁譬如教佢哋有時你會好敏嘅，咁嘅得着就係訓練到自己而有 EQ， 無憤無氣，冷靜啲，慢慢咧就將自己馴服咗。唔緊要啦，再嚟過咧。當你一個好敏陣嘅時候咧，跟住之後咧做到嗰 part 咧，你就因為如果你對住佢敏陣咧，佢更加會驚，亦都做唔到你嘅要求，所以變咗用一啲好唔同嘅方法咧，同佢哋溝通。舞龍班成立咗唔係好耐，但係咧可能有啲動作，可能有啲朋友就可能出去見過其他嘅舞龍有啲動作都會做到喎。但作為佢哋嚟講咧，做每一個動作咧都係一個難度嚟嘅。咁要佢哋能夠做到我嘅要求，又出到去表演，又得到大家嘅認同讚賞咧，都係一個難度。但係我陳國健3個字，永遠都係難度挑戰，做唔到再做，做唔到再做。希望同學仔咁樣啦，能夠喺唔同嘅能力裏邊咧，發揮到佢哋唔同嘅潛能，出到嘅社會或者對住屋企人或者對住出邊咧，都有唔同嘅思想、唔同嘅態度，都其實係我哋嘅理念咯。亦都係每一個活動，唔一定舞龍嘅，唱歌又好，跳舞都好，個理念都係希望佢哋咧能夠出到嘅社會咧，能夠接觸多啲人，等好多唔同嘅朋友，復康中心嘅機構，哇，都係咁樣啦，哇，唔係喎，真係好勁喎，嗰種咯。希望大家俾多啲鼓勵佢哋啦，亦都俾多啲鼓勵自己啦。咁希望大家都係開開心心，亦都祝大家生活愉快。多謝晒。好多謝晒陳師傅啊！相信咧有陳師傅